10年前，香港仲係亞洲最活躍投資市場之一，錢多、人多、機會多。嗰陣時，大家都覺得市場係一直升，樓市同股市一片光明。但係10年間，疫情嘅衝擊、利率嘅上升、人口嘅變遷、消費模式改變，香港開始進入一個全新嘅階段。我會話俾大家聽，最大嘅變化係節奏快咗，環境難咗，要求高咗。以前投資可以慢慢揀盤，靠經驗。而家資訊爆炸，變化快，要睇數據、睇時機，仲要睇得準。市場成熟咗，投資者仲要變得更加專業。同時，人嘅價值觀都改咗，以前係講擁有，而家係講生活質素同彈性，住得舒服，有社區，有綠化，有時間，比單純擁有一層樓更加重要。再講市場更加分化，有啲區越嚟越旺，有啲區變靜咗，冇人理。資金、人才、商機都重新分配，睇得透、眼光長遠嘅人反而揾到新嘅機會。10年前我哋靠直覺去睇樓，今日要靠洞察、靠分析、靠對時勢嘅感覺。有啲嘢係冇變嘅，香港依然係亞洲最有活力、最有韌力嘅城市之一。我係 Lu 哥，同你揾真正有價值嘅豪宅。